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玉兰伞的这个苗像这种的话是小苗长得不是很高。同样有些人的话在我这里买回去的也有很多的话都是大苗小苗都有但是的话可能有些人对于这个养护不是很懂它这个比较耐干可以种在一些铺地上放在有一些有机肥的话可以作为有机肥的底肥比较好我们这些苗的话是带着营养杯发货的。如果说你们想养1-2棵作为盆栽的话放在盆子里面种的话是可以的长这个小灌木它是一种小灌木，最多是1米多高，到时候可以修剪它它上面可以长出一些大一些粗的一些根一些熟可以用它煲汤。其实玉兰伞的话它作用很大在这里就不用说了，你们可以查一下。如果需要苗的话可以过来找我这些的话都有苗大苗小苗中苗都有。